出身佇個嘉義50多歲的藝術家郭彥秋，平時佇個特殊學校來服務，專心照顧家己陪伴慢飛天使。佇個節日當前，對着陳素儀國寶級的老師來學習傳統的彩畫，和愛家己藝術融入了伊的生活。平時就愛寫生家己彩畫，一間總共展出58個作品，有水彩、彩畫甲油畫等。我這一次展出是我記錄我自己生活我走過的一些風景，然後我特別喜歡大自然，因為大自然讓我在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可以給我得到很大的療癒，所以我這次大部分都是畫我到山上去走，看到讓我感動的那一些風景，然後經由我的畫筆我呈現出來，然後我希望呢，我這一次的展覽大家來觀賞的時候，可以得到一個療癒、沉靜，然後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給予療癒的力量。藝術家郭彥秋表示，創作對伊來講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。每一間的落筆甲的上色，攏是甲家己對話當中，互心靈混亂的時來找到平靜。這間的畫展更加是為了媽媽來舉辦。雖然佇個做畫中等着媽媽來過身，不過媽媽介意花草，一直到媽媽過往以後，完成這幅向日葵，才予伊漸漸行出悲傷。很多都是跟媽媽一起出去玩的一些畫面的一些場景，然後讓我感動畫出來。然後你看身後這一幅，是因為本來這個畫展是要為媽媽辦的，希望她可以看到，可是媽媽走了，所以那時候心情不是很好。然後我想說，畫展也快到，我必須調整心情，所以我就畫了這一幅向日葵，就是畫完它也療癒了我比較悲傷的心，讓我趕快回到正常的狀態這樣子。除了對着國寶級的老師來學習傳統的彩畫，為了精進畫藝，郭彥秋佇個2024年，還閣對着謝宏達老師來學習山水畫，對着空間甲着光線的處理更加精進。日前佇個開幕大會，包括謝宏達老師、甲着陳素儀的公主，以及文化局的專委黃敏華，嘛攏親自到場。肯定畫家郭彥秋的作品。那其實我看到彥秋這一次的作品的時候，記錄生活中的美好，其實非常貼近我自己的心情。因為我也是很喜歡記錄生活事物的人，我很喜歡在旅程過程當中，或者是在忙碌的過程當中，我只要看見我想記錄下來的事物，我有機會，我一定會特別把它記錄下來，透過手機。那透過文字等等，因為我覺得那個當下就是我那時候最美的一個心情，所以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，其實我非常的覺得非常棒。然後又看到作品內容的時候，尤其除了風景之外，大家有沒有看到彥秋老師有很多屬於比較插畫性的，非常的溫馨，非常的可愛，在他眼中的世界是那麼的美好，那麼的明亮。那我更知道他的工作背景之後，就知道說這絕對是一個內邊非常溫柔的人。那從今天踏進來的那一剎那，更可以感受到這份溫暖，因為高朋滿座啊。對於彩畫、水彩到油畫，甚至還有 Q 版療癒的人物等，每一幅的作品邊啊，還有做畫時當時的心境的描寫。畫家郭彥秋該用畫筆來記錄生活的片段。將創作當作是臨時生活，感受當下的方式，就親像個展的主題，記錄生活中的美好。在伊人生頭一場的個展當中，唔定要獻給家己的媽媽。當時在個展覽期間，嘛找回真濟親朋好友，過去的同學甲着同事攏做伙回來看展，這就是生活中的美好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